目前还阁伫咧读书的台语歌手叶欣怡，16岁开始唱台语歌。伊的歌即词甲曲拢是家己一个人完成创作的。歌曲内面毋但保留台语歌本地滋味，搁再加入真侪创新的元素，互台语歌听起来有无共款的感觉。后头客恁的幽默，有几块甲起来无共款，是安怎？但是安怎啊？用电脑参钢琴，专心创作的是今年22岁易星离。自16岁就开始家己写歌，到今已经创作出10多首台语歌。伊讲当初在高中的时，无意中听到台语歌，才投入台语歌的研究。以前其实讲对台语有淡薄仔偏见，或者是讲刻板印象伫咧啦，甲足侪少年辈囡仔共款，拢了准讲台语是一个阿公阿妈咧讲的语言，或者是较老气的一个语言啦。但是伫咧高中的时阵，无意中听到迄秀兰玛雅的台语歌。然后就开始去探索，就这些台语的歌曲，发现讲，就侪人甲迄种日本的迄种 EDM 的曲风，或者是讲韩式的迄种舞曲，甲伊嵌入去这台语歌。迄句当时要考大学的时阵，所以真正讲迄个时阵，其实我是足袂放心的啦。毋过落尾因为即个囡仔做代志，对家己足负责的。伊咧做创作的时，嘛是认真读册。创作的当时吼，有当时听到伊家己咧唱歌啥，我发觉讲，伊真正足快乐的。目前搁咧读交通大学的易星离，细汉时有学钢琴甲小提琴，对音乐有基础，常常拢以社会议题作为创作的主题。伊希望用音乐讲出少年家对目前社会制度无合理的心声。咱爱对身边的人搁较侪关怀，所以虽然讲我会写即款社会案件，看起来是足恐怖的，但是我有足侪想要对社会讲的爱，想要请大家去关注的一款议题。可能一般的人对台语的接受的程度较低，所以伊感觉讲，伊更加爱写搁较侪、搁较好的台语歌，来互大家发现讲，其实咱的台语是足水的物件。因为有时代的支持，易星离哪读册哪唱歌，今年除了出第2张台语唱片，也顺利考到台大音乐研究所的硕士班。伊讲未来会继续创作台语歌，用台语来讲心情，也互台语的水，互更较侪人知影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